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铁举办第5届铁路便当节，为11月初1开始，为期4天，推出着12款全新的经典的便当，佮特别邀请到日本、法国、瑞士等等国内外16间的铁路便当来参加，互大家免出国再坐火车，嘛会当食到国外真正版的铁路便当。 一铁路便当，这个艺人阿喜都无够形象伊伫遮，代替铁路便当节已经第5届啊，佮推出12款的经典台铁的便当，台北真豪华，炒的主打是日式的红莲鱼，素的是素鳗鱼，大分量1份200块。其他地区嘛真有特色，七岛主打樱桃鸭，花莲是用原住民的调味，用马告散伫鸡排顶面，各地区特色拢无共款，滋味拢成金。从小吃到大，谈恋爱、工作都一直在吃。然后我觉得现在只要每一次吃台铁便当，就会回想起以前那段就是快乐的时候。台铁连续3年，每一年拢卖出1000万粒的台铁便当，创造将近8亿的业绩，这是台铁重要的副业之一。今年以移动美好为主题，要用便当串联旅途中的美好，满足各位的味蕾。更重要的，让可以满足大家的回忆。 11月初举行的台铁便当节，伫台北车头举办，佮邀请到日本、法国、瑞士国内外16间铁路便当的代表做伙来参加，让民众免出国坐火车，就会使食到各国正港的铁路便当。